民進黨創黨30週年，身兼黨主席嘅總統蔡英文29號發表一封俾民進黨員嘅公開信，信中對兩岸關係講出重話，呼籲力抗中國大陸嘅壓力，擺脫對中過度依賴嘅經濟關係，同時宣示將係重整決策機制，讓民眾睇見更明確、周延同埋快速嘅政策。民進黨創黨30年黨慶28號因為梅基颱風肆虐全台而取消慶祝活動。不過，身兼黨主席嘅總統蔡英文29號寫咗一封俾民進黨員嘅信，信中呼籲力抗中國大陸壓力，擺脫對大陸過度依賴，發展與其他國家正常嘅經濟關係，仲有保障勞工權益。從兆豐案凸顯監理能力不足，以及年金改革問題困境中嘅台灣人民期待強而有力嘅領導，佢將再次整理協調、整合決策機制，等民眾睇得到決策更周延、明確快速。因為政治之道無他，承擔就冇錯啦。面對窒息嘅兩岸關係，蔡英文總算講出力抗中方嘅強硬重點。而國內正面對年金改革、長照等爭議，蔡英文宣示重整決策機制，但係藍綠立委睇法兩極。新政府上台之後，民調亦都一路下滑，執政初期改革步調不一，引起唔少民怨。蔡英文喊話要及時修正，能否讓民眾有感，有待觀察。每年嘅10月國慶活動，我國都會邀請外賓參加，但係愛爾蘭外交部卻係強烈建議佢哋嘅官員唔好出席台灣嘅國慶活動，因為會同愛爾蘭一個中國嘅政策相抵觸。行政院長林全表示，杯葛台灣嘅做法，最後嘅結果係雙輸。10月國慶即將嚟到，根據愛爾蘭時報嘅報導，愛爾蘭外交部發咗一封電子郵件俾各首長，強烈建議唔好出席台灣嘅國慶活動，因為同愛爾蘭一個中國嘅原則抵觸，亦都為咗避免引起中國不滿。對此，行政院長林全表示呢個係唔好嘅做法。不過，外交部長李大維則係認為愛爾蘭嘅案例並唔係今年先至發生嘅，往年都係咁樣。其他國家是否亦都有類似嘅狀況？李大維只話確實有。外交部亦都一直在進行溝通，同時正在加拿大舉行嘅 ICAO 大會傳出喺大會上唔能夠提及台灣，否則會被消音。近來因為9·2共識嘅問題，令到台灣外交同國際遭遇牽制。立委呼籲蔡政府應該用更高智慧嚟化解。中國大陸嘅11長假到嚟啦，原本係陸客來台嘅旺季，但係申請赴台嘅件數卻係比舊年同期少咗一半。根據移民署資料，9月份團客申請來台嘅人數比舊年少咗70%，旅遊市場大受衝擊。觀光局預計推出國旅補助專案，以國旅提振觀光收益，但都仲係要報行政院核定之後，至能夠公布細節。陸客團來台數量持續下滑。根據移民署最新統計資料，今年9月份陸客團申請入境人數大約係6萬人，比舊年9月大約20萬人下降咗70%。就連中國大陸11長假原本係陸客遊台旺季，但係直到目前為止，今年申請來台嘅旅遊團數大約只有舊年嘅一半。過去帶陸客團嘅華語導遊感受最明顯，旅行社亦都紛紛轉接他國嘅旅客，希望能夠彌補虧損，觀光產業慘淡。觀光局表示，針對陸客團數減少咗，會積極輔導業者轉型，減低衝擊。而以往陸客團嘅環島行都會去中南部同東部旅遊，陸客唔嚟之後，中南部同東部業者受到相當大嘅影響。因此，觀光局亦都計劃針對國民旅遊提出補助方案，以國民旅遊振興觀光。預計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後，公佈細節。
中央銀行召開第三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利率維持不變，終止連4次降息。總裁彭淮南亦都公開表示，呢次係佢最後一個職務，亦都係最後一個任期。2018年任期屆滿之後，就唔會再連任啦。由於國際經濟成長和緩，國內景氣回穩，加上出年通膨展望溫和，因此央行理事會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將有助物價同金融穩定，而且維持貨幣寬鬆可以協助經濟成長，亦就係重貼現率都仲係維持在1.375% 不變。事實上，央行從舊年第三季以嚟已經連續4次降息，宣布利率維持不變，等於係終止1年嚟嘅降息循環。另外喺房市管控方面，央行從舊年8月起陸續解除大部分房市管制，呢一次仍然係維持高價住宅，亦就係豪宅房貸最高60%限制，並冇進一步鬆綁。至於如何提振國內景氣，彭淮南鼓勵到更可以改善民眾生活，擴大內需，改善房屋結構安全。台灣30年以上嘅老屋有384萬戶，佔咗45%，佢認為係好大嘅商機。另外，彭淮南亦都公開表示，呢次係佢最後一個職務，亦都係最後一個任期。2018年任期屆滿之後，就唔會再連任啦。出口連續2個月轉正，景氣燈號亦都連續2個月代表穩定嘅綠燈，一掃各界睇衰今年經濟成長率。元大寶華經濟研究院預測，今年全年嘅 GDP 係1.1%，出年會比今年更加好。不過景氣復甦力度平緩，因為台灣經濟面臨結構性嘅衰退，現階段透過貨幣寬鬆，經濟復甦亦都只係曇花一現。國發會公布景氣燈號，連續2個月都係綠燈，代表國內景氣逐漸復甦。但係喺2個月前，唔少嘅財經智庫，包括中經院同台經院，依舊係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保1恐怕冇希望。但係元大寶華經濟研究院公布今年嘅景氣預測有唔同嘅結果，認為 GDP 保1有機會係1.1%，而且出年會更好 ，GDP 係1.8%。央行召開第三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利率維持不變，終止連續4次降息，並且強調出年景氣反轉一定會比今年好。但係學者認為國內景氣復甦力度平緩，因為面臨人才嚴重外流，加上政治因素嘅干擾，台灣經濟要好似往年一樣咁旺，真係好唔容易。因為央行貨幣政策效果已經到咗極限，學者認為台灣經濟突破困境，除咗要加入區域經濟整合，仲要鼓勵民間投資、出口同內需都要並重，經濟只能夠穩定成長。梅基颱風過境，根據農委會最新嘅統計，全國農損已經超過13億。雲林高達3.7億最嚴重，台南後壁嘅水稻冧晒一片，台中東勢豐原嘅甜柿同埋蓬柑亦都嚴重落果，新社嘅香菇損失上千萬，農民欲哭無淚。風災過後，東勢遠卑坑再過1個月就可以收成嘅甜柿落果嚴重，仲掛喺樹上邊嘅果實多數都冇救啦，農民個心真係流緊血。台南地區嘅農損係高達9000幾萬，後壁嘅二期稻作災損嚴重，冧低晒嘅水稻救唔返嚟啦，農民嘆氣損失超過50%，血本無歸。新社香菇嘅情形亦都係好慘，好多座香菇寮被吹冧晒，太空包受潮，香菇生唔出嚟，估計全區損失上千萬。根據農委會29號最新嘅統計，全國農漁牧損失超過13億台幣，以雲林縣嘅3億7最嚴重。而在受損農作物當中，水稻受災面積高達8000公頃，金額係1億7000幾萬元。其次就係香蕉。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承諾補貼同埋協助貸款。
梅基颱風造成嘅峽管效應、風強雨驟，重創西半部農業區。農委會副主委指出，除咗進行各項短中長期協助，未來亦都會積極推動農業保險，嚟降低天災對農民生活造成嘅巨大衝擊。受梅基颱風影響，好多蔬菜產區唔單止葉菜被浸爛晒，仲有農田嘅圍網都被強風摧毀。農民忙於拆網重建、復耕蔬菜，目前至少要等上1個月，至能夠有蔬菜收成。復耕期間，菜價係會維持高價。被強風摧毀嘅圍網周圍亂咁飛，雲林嘅農民忙住整理菜園。受到梅基颱風帶嚟嘅強風影響，呢啲原本可以收成嘅蔬菜都已經被雨水浸爛晒，根本完全無法收成。農民盡快整理圍網，先至能夠快啲進行復耕工作。農民表示，呢一次嘅梅基颱風重創雲林蔬菜產區，如果農田圍網冇被強風摧壞，葉菜類嘅損失亦都要超過30%以上。若果現有嘅蔬菜採收之後，農民重新進行復耕工作，至少要等1個月嘅時間，至能夠有菜收成。西螺果菜市場人員表示，颱風前西螺果菜市場嘅蔬菜交易量維持在1000公噸左右，但係受到颱風影響，蔬菜供應量減少咗30%，只係剩返700公噸。但係跟住落嚟半個月到1個月，恐怕會遇上菜量不足嘅困境，所以菜價恐怕要等到10月下旬先至會漸漸回穩。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品牌华硕电脑，它的董事长呢施崇棠先生，在2016年的7月底，终于宣布了他的接班布局的计划。他为什么能够放心的做一个交班呢？事实上，他接受了文人正式的访问，畅谈了他的创业的历程，也谈到了他对于台湾高科技人才培养的未来。你好奇吗？请收看由我为您主持的文人正史。This is an artistic and cultural hall. This is a meticulously crafted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the dreamers who love performing in the theater. This new building of 3.04 hectares is a new artistic and cultural landmark of the city. It has become a city skyscraper in the eyes of the Kaohsiung residents. The unique architectural beauty is showcased in the design of inclined columns and minimalist style lines. This funnel-shaped structure symboliz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It's both a field for fine arts and an educational platform. 设计的概念是一个禅定，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大家都比较繁忙。那既然我们这个场域是做一个表演艺术，并且是一个文化相关的场所，禅定的这个概念呢，可以让大家进来这个场域之后，不仅可以欣赏文化艺术，它同时也可以让心情静下来。 Appearing as a white castle in the daytime and a sleepless city at night, a fulfilling experience in the art and culture awaits you from daytime into the evening. Also a professional theater venue, the performing stage is visible to the audience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theater.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is also firmly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7 exhibition rooms. The Art Center includes an art library,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of its kind in Taiwan. The Art Center is designed to help the residents of Kaohsiung to elevate their appreciation for the artistic things in life. The Dadong Art Center is a multi-purpose establishment that offers performances,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It is no wonder that it has become the base for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life in Kaohsiung. 你推出的所有的艺文活动，就是希望如果民众来到大东，除了可以观赏我们这么美丽的建筑风景之外，也可以在不同的时段都欣赏到不同的艺文服务。 Greenery is integrated into art and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go hand in hand. The Dadong Art Center is pushing southern Taiwan into a beautiful future with the energy of art and culture.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開第14次會議，聚焦退休制度裁員。工總代表提議由中央成立中央年金總合基金，但係引起台灣勞工陣線代表反對，認為應該從現有年金制度內部問題開始檢討。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14次委員會議召開，呢一次主要係討論年金嘅裁員議題。無論係開源還是節流，全國工業總會代表何宇提議成立年金總合基金作為未來年金嘅基礎。佢更加建議政府成立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或者係考慮徵收高速公路過路費嘅年金附加捐。但係卻係引起台灣勞工陣線代表孫友聯嘅反對。孫友聯指出，應該回歸現有年金制度內部嘅問題檢討，如何讓財務合理分配。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則係提出，總統、副總統應該以身作則，訂定退休金嘅天花板。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代表劉亞平亦都有相同嘅主張，刪除總統、副總統退職禮遇。同時，佢亦都更加建議取消選舉政黨補助款、政務官18% 等，要從上而下咁改革，大家先至會服氣。而下次嘅年金改革委員會主題將係討論給付制度。就復發52條修正草案，然而要刪除外籍移工每3年出境1次嘅規定，咁樣嘅修法引發中介、僱主同勞工團體之間嘅爭議不斷，因此勞團亦都建議應該公開舉行辯論。坐住輪椅，仔細咁向大家說明訴求。今年47歲嘅大小姐受到脊髓肌肉無力萎縮症困擾，每日都需要看護協助，仲有呢位徐先生要透過特殊嘅拼音筆記同大家交談。長年僱用外籍移工嚟協助生活大細事嘅佢哋，一聽到就復發52條修正草案將係取消外籍移工每3年出境1次嘅規定，可能令到未來出現空窗期、無法淘汰唔好嘅移工等狀況，相當憂心。除咗僱主之外，勞工團體同中介業者亦曾經上街頭抗議。勞工團體表示，修法之後，僱主可以同移工協調返鄉時間等等，因此空窗期嘅影響應該不大。另外，亦都認為移工想話會走佬嘅話，可能係同工作壓力同中介費用有關，就係邀請工會嚟進行辯論，探討修法利弊。為咗落實醫療分級，健保署規劃最快從明年開始，民眾若果冇經過轉診，就直筆去到醫學中心度睇病。現行門診部分負擔係360蚊，出年將係調漲100蚊。若果再加上掛號費、藥費等，淨係睇一個感冒就要花700-800蚊啦。有啲民眾無論大細病都習慣去大醫院睇病，造成大醫院人滿為患，血汗醫護情況亦都頻頻傳出。為咗落實醫療分級，衛福部、健保署規劃最快從出年開始，民眾如果冇經過轉診就前往醫學中心睇病嘅話，就要調高門診部分負擔費用啦。健保署表示，以台大醫院為例，如果民眾小感冒去醫院掛號睇病，掛號費就要150蚊，藥品部分負擔最高上限係20%，目前最高不超過200蚊，再加上現行門診部分負擔係360蚊，睇一次病收費710蚊。不過從出年開始去大醫院睇病，恐怕仲要再多俾100蚊。醫改會批評民眾就醫習慣好難一時改變，若果冇相關配套就貿然上路，反而增加民眾經濟負擔。建議應該先落實現行嘅轉診制度，亦都要降低醫學中心睇輕症嘅比率，同時加強民眾嘅衛教觀念，多管齊下先至有效果。對此，健保署強調，下個月會舉辦公聽會，再由健保會委員開會之後，先至會做最後嘅定案。
2017世界棒球經典賽出年3月舉行，台灣要喺10月7號交出50人觀察名單。體育署同棒協、中職舉行第2次嘅三方會議，要先將總教練人選好，但係棒協、中職各持己見，過程並不順利。總教練選咗2個月，依舊冇進展。29號上晝，體育處長何卓飛喺立院質詢前先至話，第2次三方會議一定會決定出年經典賽總教練。結果到咗夜晚，會議結束都仲係冇答案。中職提葉君璋，堅持組織球員訓練賽事全包。棒協提郭泰源，主張比照舊年嘅12強賽分工。雙方冇共識，討論不順利。但係棒協認為會議上有決定國泰源，只係體育處冇公開，唔想破壞合作和諧，擔心徵召中職球員受阻。體育處話再溝通，都仲話近期一定有答案嘅，只係球迷認為中職棒協互相角力，各有堅持，傷害嘅都仲係台灣棒球。A lot of people ask me if I like Taiwan, and I can only say one thing to them: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this place. "1人でも大丈夫。だって台湾にいるんだもん。即馬以親民的姿態粉墨登場，打造95公頃的新生綠地，成為台灣第一個利用糞掃掩埋場改建做都會公園的上好示範，替大高雄地區帶來友善、便利甲幸福。高雄都會公園以結合都市樹林甲生態實在的設計理念，整合自然生態、環境科學甲藝術美學，創造多樣性的物種。成為全台灣上大的都會公園，讓綠意踮喺城市當中攤開。目前園區已經有400多種的食物，數量超過10萬種，鳥仔類記錄超過137種，兩棲類9種，爬蟲類有15種，真成功將大自然建築在城市內面。實踐讓綠意生態物種在城市共生共贏的美麗環境。其中更加以生態環保概念，將西市埔糞掃掩埋場原本富含豐富的沼氣，轉化成發電的能量，估計當提供20年以上的發電量，每年會當處理沼氣大約1900萬立方公尺，相當是減少2萬台車輛行駛1萬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氣量。高雄都會公園創造出人類甲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典範，成功將綠地甲大自然引入到城市內面，讓民眾會當佇城市甲綠地之間自由自在過日，生活佇藍天甲綠地內面，創造甲大自然和諧關係。自然綠地充滿詩意，美麗綠天地，高雄都會公園。繼續帶你關心下各地嘅藝文訊息。
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啦，我係沙菲，多謝你嘅收睇，下次再會。